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紹嘅植物係白秋，佢就有另一個名叫白葉子。接下來我會介紹白秋嘅特徵和作用。首先，白秋嘅特徵係葉片尖銳尖削、互生同埋闊卵形，有啲葉片仲會分成三裂。葉嘅背面係有絨毛㗎，葉基有明顯嘅線點，而且佢係雌雄異株嘅植物，花蕊眾多都係雄花。雌花同雄花生長在不同嘅花序，出生於小枝條末。仲有佢嘅果實喺冬季成熟，佢有一種淡褐色嘅毛，有柔軟嘅長刺。其次，白秋喺人類同身體嘅作用都好有幫助㗎。佢喺入藥方面可以用於清熱利濕、解毒、止痛止血；而在主治方面，佢可以有口春、胃痛、外傷出血、跌打損傷、蛇咬傷等。而且白秋做木材質地輕軟，種子油都可以做工業用油，具有良好嘅經濟價值，仲可以給予昆蟲食物，並讓昆蟲作庇護所。最後，我好開心通過呢次機會俾我認識到白秋係香港嘅原生物種之一，佢為人類同生態提供非常多嘅作用，具良好嘅經濟價值。並且讓我意識到香港有好多種嘅原生植物，但係有少部分面臨危機，因此我們作為人類更應該愛護環境，減少可避免嘅破壞，從而減少對大自然嘅傷害。多謝。